因為這陣啊天氣開始咧熱，這今仔開始電池嘛會開始用這熱天的電池開始算。一般的家庭影響是較小，不過若是一個月用電會超過1000度的，一度就是要超過8.8塊，是有史以來上介貴的。天氣愈來愈熱，不少民眾攏會佇厝裡開冷氣。愛注意，為6月初一開始，台電會實施熱天自體用電。若你是用電大戶，電費也會在咧熱天電價開始實施，漂泊仔就會求罪。因為台電統計，去年自體每戶平均用電量，毋是熱天一個月大約308度，熱天一個月大約418度，會有一點影響，盡量去把它換成比較省電的那個。新的省電的節能節耗的冷氣吧。我想，因為夏季都用電量都是高峰，我覺得那至少30-40%跑不掉，因為不開家人又受不了。哦，那這個是很無可奈何的事情。台電指出，自體熱天一個月電價為每年6月到9月實施4個月，目前全國約3成的自體，大約401萬戶，每個月平均用電不到120度。那維持平時用電正好，攏未受到熱天電價影響。另外有520萬戶，大約佔全國自體用戶4成，每個月用電量大約121度到330度。熱天一個月期間，每日影響上濟，增加大約2塊。真正影響較大的是，每個月用電量超過1000度以上的自體用戶。一度用電會為去年的8塊4角6，流懸到8塊8角6，從史上上懸電價佔整體用戶2.4%。下月電費增加的部分，其實有大概73%是來自於這個用電量的增加。那真的是因為下月電價的一個價差，大概是只有23%左右。台電呼籲，針對各級區用戶，除了宣導節約用電，那真正有用電量大的需求，像社區大樓等，也會當評估採用時間電價。記者綜合報道。